穩定幣對於我哋虛擬資產嘅建設非常重要啦嚇，因為作為我哋傳統資產同埋虛擬資產嘅接入。咁其實呢度入邊呢，我哋 Web3主席都好清楚啦，我哋成日 measure 啲產品呢，大家好中意有個叫不可能三角噶嘛嚇，就風險、創新同埋回報嚇，冇可能三樣都滿分嘅，即係你風險。要好安全咧，咁你個創新性亦都低。咁呢度入邊其實穩定幣我哋要做得好咧，其實亦都有好多現實嘅產品啦。其實大嘅基本上市面上幾百億美元甚至上千億美元嘅產品都已經有。咁新加坡、日本亦都發咗牌。咁所以我哋其實點樣去保持個競爭性咧？呢度入邊，咁喺沙盒嚟講，而家咧亦都有啲申請人啦，當然亦都係3個非常好準備好嘅公司啦。但係可能喺個過程入邊，可能好多申請人都覺得個透明度唔夠，即係究竟我沙盒要搞幾耐咧？而家沙盒出咗嚟啦，沙盒要幾耐之後先至正式發牌咧？咁始終而家喺就算入咗沙盒，佢可能都仍然係一個燒緊錢嘅過程。咁佢都要知道有個清晰性，佢要玩幾耐先至出牌。咁而你去到發牌正式入邊，頭先提到有好多啦，嗱邊個係銷售者咧，可以做承售商等等啦，仲有好多我哋未解決嘅問題嘅。譬如有個我經常都鼓吹啦，同局方有傾咗好多次啦。我哋虛擬資產嘅託管嚇，我哋 VA custodian 係咪會另外有一個 regime 更加好清晰呢個託管嘅要求？咁另外就係邊個能夠作為中介商？頭先提到有證監會持牌機構啦，但係譬如 MSO 咧，咁呢個係咪一個將來亦都要考慮作為中介商嘅一個方向咧？咁呢方面係咪全部都已經考慮咗？咁所以亦都希望個時間性，我哋諗住年底嚟立法會啦。咁其他嗰2個考慮緊嘅譬如 VAOTC 已經出咗公眾諮詢啦。咁個時間表如何？會唔會有我哋虛擬資產嘅一個託管制度等等，都希望能夠盡快清晰。咁成個市場對監管嘅等等都會有個清晰性。咁另外對於個場景咧，即係始終而家今次頭先都提咗啦，好着重個場景啊。咁個場景亦都會有人擔心，你如果太過關心個場景，會唔會反而局限咗佢將來嗰個市場空間？因為佢而家入沙盒，佢就淨係可能佢對某一個領域嘅支付或者交易用。咁你試完沙盒之後，你拓寬俾其他市場，可能佢根本個市場就係得咁大嚇。咁變咗，如果你太着重個場景咧，會唔會限制咗佢將來個市場空間嗰樣嘢？反而有啲咧就真係簡單單做國際支付嘅，咁就冇去考慮或者未入到沙盒。咁所以沙盒後面係咪都應該考慮更加多咧？咁有數十個申請方啦，咁當然出咗嗰3個都係非常有充足準備嘅，亦都喺香港做咗好多佈局啊，有好多喺科技方面好領先嘅，我相信嗰3間都係。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我理解係喺出邊已經發過穩定幣嘅。咁呢啲係咪亦都下一輪沙盒，我哋更加要考慮呢啲已經有一啲國際經驗嘅穩定幣再入去沙盒呢？係咁，唔該主席。